齋聽唔使睇。今日會同大家講時空滑移故事集《山姆4號》。呢個故事集嘅故事主要來自一啲影視作品，再經過適量改編，希望大家鍾意。齋聽唔使睇，一齊嚟聽故事啦！大家諗諗，如果你有機會返到過去，改變人生入邊一啲篤眼篤鼻嘅嘢，而且改完之後，你身邊所有嘢都會開始改變，連現實本身都被改寫埋，你仲會唔會去改變呢？山姆係一間超市，佢亦都係一個物理學教授啊。佢多年嚟一直好想改變自己過去一個關鍵時刻。山姆係一個好認真嘅老師，成日喺課堂上講解時間、旅行同暗物質，但佢啲學生好少有耐性聽呢啲複雜嘢。學生嘅反應令山姆好沮喪，冇晒存在感。有一晚，佢望住超模海倫娜嘅性感照片喺度回想，因為呢個超級靚女以前係佢大學同學，後嚟出咗名就搬咗去西班牙做網紅。山姆反思自己嘅人生，雖然都有唔少成就，但佢仍然係單身狗，唔單止係單身狗，仲係 A0。呢單嘢好困擾佢，佢一直唔明白自己堂堂大學教授，玉樹臨風，雖然係冇嘅，但係都有車有樓有前途，點解居然會成為一個過期處男，成為全國 A0 代表隊嘅成員呢？但係真相其實好簡單，亦都好明顯，就埋藏喺1991年嘅一件事入邊。嗰件事改變咗一切，改變咗佢一生。佢好後悔，好想從佢嘅人生中抹走嗰一刻。好啦，教完一日書，終於可以逃離嗰班不受控又冇人性嘅大學生。山姆就會去自己嘅實驗室繼續佢嘅研究。佢決心要整一部噔時光機。佢朋友盧海鵬當年讀大學嗰時，嗰個改變佢一生命運嘅夜晚，盧海鵬都在場。而家佢都同山姆一齊搞緊呢個時光機嘅計劃。山姆同盧海鵬之前參與過一個大學贊助，由一個有錢佬伊安媽出錢嘅研究計劃。係嘅，伊安媽都係佢哋嘅舊上司。雖然伊安媽投資咗好多錢，但係佢對山姆越嚟越唔滿意，因為佢啲電動車、機械人、星鏈啊，乜都整晒出嚟，但係山姆嘅時光機就一直都冇啲聲氣。山姆同伊安媽解釋，雖然部機就快整好，但啟動佢需要極大量嘅能量，佢而家缺乏嘅係能源。但伊安媽對呢啲解釋完全冇興趣，佢已經投資咗巨款，睇住山姆嘅係朋友，又係科學家，佢先至容忍到今日。但係佢嘅耐性已經用完，佢要求即刻見到成果，唔准再拖落去。其實山姆研究時光機嘅目的，只係想改變大學嗰個命運之夜，等自己唔會變成 A0。如果伊安媽山水喉，佢嘅脫單計劃就會失敗，咁佢就會由 A0 變成獨居老人，好似日本啲老人咁孤獨死咗2年先俾人發現。佢真係諗到好灰，有幾灰諗到幾灰。所以家陣係破釜沉舟嘅時候，山姆心意已決，要翻去1991年修正嗰個改變佢人生軌跡嘅錯誤，但部機嘅能量需求，佢一個人搞不冧。呢個時候，山姆決定搏一鋪。佢決定採取一個行動，一個盧海鵬強烈反對嘅行動。佢聯絡咗一個電工，一個冇合法牌照嘅電工，但佢有能力透過佢嗰啲設備，將成個城市嘅電力短暫供應俾佢用。盧海鵬擔心後果，連試迷都唔肯，一於拒絕幫手。但係山姆心意已決，佢知呢個可能係佢唯一嘅機會。山姆行入時光機，輸入1991年嘅確實日期同時間，向盧海鵬示意開動。伴隨住強大嘅嗡嗡聲，部機終於開動，發出強烈光芒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光。城市電力網保持穩定，部機全功率運作。房間中央出現一個漩渦蟲洞，將山姆吸咗入去。第一次一切好似都按計劃進行，但就喺山姆俾蟲洞吞沒嘅一刻，意外發生咗。成個城市嘅燈光突然全部熄晒，佢哋唔係做緊熄燈1小時嗰啲環保虛偽嘢，
而係真係全城停電。一眨眼，山姆發現自己被傳送到一個陌生地方，有啲迷失方向。嗰度係一座工廠，佢認得出呢度就係佢舊實驗室喺1991年嘅地址。佢唔完全明白自己喺邊度，發生咗乜嘢。前一晚嘅記憶一片模糊，佢唔記得實驗室或者時光機嘅任何事。喺恍惚狀態之下，佢開始亂行亂走，試圖理清頭緒，最後截咗部的士返屋企。的士佬居然冇拒載。令佢更驚訝嘅係，司機只收咗佢好少車錢，仲識得話零錢。好明顯呢位司機有古怪。但係當山姆俾錢嘅時候，司機大佬話佢俾嘅錢係假嘅，係陰司紙，佢唔肯收。山姆一頭霧水，但係都冇辦法。最後佢唯有施展 A0嘅絕招，開始講埋晒啲戇狗嘢，搞到司機好厭氣，趕咗佢落車。山姆返到屋企門口啦，佢嘗試開門啦，但係鎖匙唔啱窿，冇有錯，佢係 A0。插窿呢啲嘢確實唔係好識，但係鎖匙窿插唔插得入，佢都仲識分嘅。就喺呢一刻，佢突然意識到前一晚嘅事，時光機實驗室，即係原來全部唔係夢，佢真係試過部機，而且出咗事。山姆開始仔細觀察周圍，好快發現所有嘢都變咗街道、樓宇、行人，全部感覺都唔同晒。驚慌之下，佢攔住一個路人，問而家係乜嘢年份。嗰個人證實咗佢嘅恐懼。而家係1991年，正係佢想翻去嘅嗰一年。唔知點解時光機竟然真係成功，山姆翻到咗佢嘅大學時代。呢個係佢等咗好多年嘅重要時刻，佢終於有機會改變多年嚟困擾佢嘅嗰件事。於是佢即刻列出當時重要事件嘅清單，確保唔會遺留任何關鍵細節。咁但係回顧清單嘅時候，佢諗起另一樣嘢，1991年嘅佢係冇錢嘅。不過既然嚟都嚟啦，而且佢係來自未來嘅人，佢知自己有辦法搞掂。佢行入附近一間酒吧，見到一群人喺度睇波，靠住對未來嘅知識，佢好有信心咁地下注，因為佢知道今晚邊隊會贏。問題係落注都係要錢㗎喎。故事冇交代佢點落注。之後山姆準備參加大學派對，呢個係佢等咗好耐嘅一刻，佢就係要喺呢度改變嗰個定義咗佢整個人生嘅嗰件事。咁入到派對現場之後咧，佢見到兩個熟口熟面嘅人，佢哋係年輕版嘅盧海鵬同伊安媽。喺未來，盧海鵬係佢實驗室嘅拍檔，而伊安媽係資助佢哋研究計劃嘅老闆。但係呢個時間點，佢哋只係大學同學。佢哋係年輕版，但係山姆大叔依然係山姆大叔。一個大叔係唔應該出現喺大學派對入面嘅，所以為咗唔引人注目，佢即刻用繃帶包裹住塊面遮掩身份，盡量低調。佢好清楚年輕版嘅自己而家喺邊。果然喺房間另一邊，佢見到年輕版嘅自己。山姆望住過去嘅自己，好緊張咁行過去海倫娜嗰度。呢個海倫娜就係未來嗰個靚女超模啦。年輕嘅山姆意識到海倫娜必定會成為成功嘅模特兒，正正因為咁，佢最後必定會離開佢。某一刻咧，海倫娜坐低同年輕山姆講，雖然佢都好中意山姆，但係佢愛上咗同班另一個好有錢又中意佢嘅男仔家樂福。不過海倫娜話，因為山姆今次堅持啦，佢願意留低。呢番話令年輕山姆開心到爆咗。但海倫娜一走，嚟自未來嘅山姆就行過去年輕山姆度。起初年輕山姆唔信，企喺佢面前嘅人就係未來山姆。但係未來山姆開始解釋即將發生嘅一切，警告年輕山姆今晚派對家樂福會喺香檳入邊落藥，之後會當眾嘲笑佢。海倫娜雖然嘴上話愛佢，但會因為貪錢，最後企喺家樂福嗰邊。山姆會遭受永生難忘嘅當眾羞辱，跟住海倫娜會離開佢去西班牙追夢做超模，而山姆會心碎，孤獨一世做 A0，受人嫌棄。未來山姆講俾年輕山姆知，點樣先可以避開呢個悲慘命運，再俾佢一啲致富建議，等佢可以大富大貴，永遠唔使為錢擔心。
有咗呢啲情報之後，年輕山姆就去揾海倫娜對質。咁當家樂福拎住落咗藥嘅香檳行過嚟嗰時，年輕山姆已經知會發生咩事啦。佢即刻話：我唔飲呢啲嘢，我係唔會試嘅。剔嘢企硬，然後偷偷換咗杯飲品，俾家樂福飲咗嗰杯落咗藥嘅香檳。家樂福感受到藥力，只能走人。後生山姆之後同海倫娜講，從今以後佢唔使靠家樂福或者任何人嘅財力，靠住未來自己俾佢嘅資訊，佢會變得好有錢。佢向海倫娜承諾會供給一切佢想要嘅嘢俾佢。海倫娜心底其實都有啲鍾意山姆，而家加上有錢，所以佢同意留低同山姆一齊。未來山姆喺暗處望住一切嘅發展，覺得好滿意。覺得多年嘅努力終於有咗回報，佢成功改變咗自己嘅命運，改咗條時間線。過去嘅改變將會為佢嘅未來開出一條新路。而家時間線已經重塑㗎喇，山姆喺時候翻去佢原本嘅時間，翻到去之後，山姆好震驚咁發現一切都唔同晒。佢喺一棟豪宅醒返，呢點清楚顯示佢嘅選擇已經令佢變成超級富豪。佢睇電視新聞，知道全球首富唔係伊安媽，而係佢自己。佢興奮到唔知點算好。但係就喺佢沉醉喺暴富嘅快樂嘅時候，佢留意到有人從浴室行出嚟，佢以為係佢老婆海倫娜，但居然係另一個人。更亂嘅係家樂福行咗入房間，叫咗佢一句老爺。山姆呢一刻先意識到喺呢個時間線，家樂福唔再係佢嘅情敵，而係佢嘅下屬幫佢做嘢。更驚人嘅係，佢見到嘅女人係一個著名模特兒。佢之所以喺佢睡房，係因為前一晚佢開咗張巨額支票俾呢個靚女。山姆完全唔明白呢種突然轉變係點嚟，點解海倫娜喺佢身邊，佢仲要揾其他女人呢？佢明明係個19A0，點解而家變到連佢自己都唔認得呢？最慘嘅係佢完全唔記得呢個新時間線嘅任何事，佢仲未完全反應過嚟，家樂福就催佢快啲，提醒佢仲有法庭聆訊。山姆腦入邊飛快轉動，意識到雖然變化好大，但而家佢掌控晒一切。到咗法庭之後，佢好快發現自己面對嚴重指控，但係靠住從未來知識下注致富，加上未來指引所得嘅財富同影響力，山姆輕鬆逃過指控。佢行賄成功，法官撤銷咗佢嘅所有控罪。隨住山姆繼續了解呢個新版本嘅自己，佢越嚟越討厭自己變成咁嘅人。了解得越多，佢越憎自己。最震撼嘅一擊嚟自家樂福透露嘅一件事。呢單嘢完全改變咗山姆對過去嘅睇法。海倫娜，佢曾經心愛嘅女人，竟然係佢第一任妻子。山姆娶咗海倫娜，但係當海倫娜發現佢用唔正當手段揾錢之後，佢就將海倫娜送咗入監獄。之後山姆再結咗4次婚，全部都係大牌超模，隨傳隨到，就好似今朝嗰個咁。意識到呢一切，山姆明白喺新時間線佢造成嘅傷害有幾深。另一個佢變成一個為所欲為、唔天害理嘅衰人，所有反對佢嘅人最後都俾佢送入監獄。山姆開始明白，對過去進行即使最微小嘅改變，都會帶嚟巨大嘅後果。佢當年犯嘅錯，創造咗一個佢從未諗過嘅未來。佢決心要修正一切。山姆決定要再次返去1991年，撤銷佢做過嘅所有改變。佢明白原有時間線入邊，佢自己嘅悲傷只係好少嘅代價。只要可以令其他俾新時間線毀咗嘅人生重新得到幸福，咁嘅代價都係值得嘅。但問題係喺呢個時間線，舊朋友盧海鵬正準備嚟殺死佢，因為喺呢個時間線入邊，山姆誣屈咗盧海鵬，搞到佢周身蟻。於是咧，佢決定同盧海鵬講出真相，解釋自己從未來穿越到呢個時間線，以為係幫助年輕山姆，點知佢會變得咁腐敗。佢亦透露自己嘅記憶仍然來自原有嘅時間線，佢知道點樣再次建造一部時光機，計劃返去1991年，令一切按原本方式進行。盧海鵬起初懷疑佢，但係聽完山姆嘅故事之後，都同意幫手，因為喺呢個時間線，山姆係全球首富，所以好快就整咗一部新時光機出嚟。穿越之前，佢先釋放海倫娜出獄，並為自己做過嘅一切向佢道歉。然後佢穿上防護服，確保唔會好似上次咁失憶。山姆準備返去過去，
抵達1991年嘅時候，佢發現自己遲咗少少，大學派對已經開始咗。佢毫不退縮，着住防護服行入派對，揾年輕山姆，決心修正一切，令事件按原本該發生嘅方式進行。而家喺呢個時間線有3個山姆，第一個山姆1號係呢個時間點原本嘅山姆，第二個山姆2號係提早返嚟改變過去塊面包裹住繃帶嗰個，第三個山姆3號係着防護服嚟嘅呢個。山姆3號望住一切喺佢面前展開，好似之前咁。山姆2號正對山姆1號講解未來嘅事，山姆3號決定令一切按原本方式進行，所以佢行到1號、2號面前，山姆1號突然失去意識，山姆3號試圖阻止山姆2號繼續改變，解釋如果山姆2號繼續落去，時間線會被毀，年輕嘅佢會變得腐敗，但係山姆2號唔肯聽。佢啱啱完成時間旅行，決心要完成使命。兩個山姆開始爭執。山姆3號拎出一把槍，叫山姆2號冷靜啲諗清楚。過咗一陣，山姆1號醒返嚟，發現身邊有張紙條，話佢俾人整蠱，叫佢好好享受派對。山姆1號以為自己產生幻覺，就順其自然，仍然相信海倫娜愛佢。與此同時，山姆2號同山姆3號喺遠處望住山姆1號行去派對。呢一刻，山姆3號仍然用槍指住山姆2號。山姆3號已經決定令一切按原樣進行，但係就喺山姆3號準備執行計劃時，出現轉折。嚟自山姆2號時間線嘅盧海鵬偷偷從後面接近佢，搶鬼咗佢把槍。原來當山姆2號返去過去修正嘢時，盧海鵬都有自己打算，佢決定利用呢個機會改變自己嘅未來。盧海鵬透露，佢大學時一直深愛住伊安媽，但係從未表白。而家喺呢個時間線，佢要做個有錢人，等佢計劃成功就可以贏得伊安媽嘅愛。山姆2號同盧海鵬決定綁住山姆3號控制局面，確保過去嘅自己聽佢哋話，按佢哋希望嘅方式改變未來。於是佢哋將山姆3號綁起嚟，確保佢阻止唔到一切發生。與此同時，家樂福再次山姆1號飲嗰啲落咗藥嘅香檳，令佢虛弱昏迷。山姆2號同盧海鵬執行計劃，呢次盧海鵬改變策略，唔再將海倫娜排除在外。佢拎住支槍指住海倫娜同山姆1號，話上次一切出錯係因為海倫娜唔知真相，所以呢次佢哋要同佢講晒一切，將佢納入計劃之中。同一時間被單獨綁住嘅山姆3號設法吸引伊安媽嘅注意，佢即刻俾佢睇手機上面嘅未來嘅相片，說服佢自己係未來嘅山姆，叫佢幫佢鬆綁。伊安媽相信咗佢，解開咗佢。山姆3號假裝仍然被綁住，等伊安媽走開，返到山姆2號同盧海鵬嗰邊，佢哋正挾持住山姆1號同海倫娜。海倫娜好震驚咁，見到3個版本嘅山姆企喺佢面前。山姆1號因為藥效再次暈倒，趁機山姆3號從後攻擊盧海鵬，打甩咗佢手中嘅槍。盧海鵬分心，山姆3號迅速轉向山姆2號，兩人爆發激烈打鬥。山姆2號不顧一切要改變時間線，但係山姆3號激烈反擊，最終制服咗山姆2號，阻止佢再做任何改變未來嘅舉動。山姆3號意識到事情已經錯得太離譜，決定向海倫娜講出痛苦嘅真相。佢解釋今晚年輕版本嘅山姆會因為醉酒受辱，呢個將決定佢未來25年嘅人生軌跡。佢會孤獨心碎，諸事不順，流年不離。山姆3號曾經試過改變呢個現實，但後果係災難性嘅。如果事情唔保持原樣，佢創造嘅時光機會引發無盡循環，人會不斷返去過去改變未來，產生多重時間線，可能撕裂現實嘅結構。山姆3號請海倫娜答應一件事，未來25年唔可以再見佢。今晚過後佢會即刻返去未來，只有25年後佢哋先可以重新喺埋一齊。
佢話雖然佢哋相愛，但呢個係拯救時空連續體嘅唯一方法。海倫娜要離開呢啲，去西班牙做超模，喺嗰25年入邊完全避開山姆。海倫娜心都碎，但明白事態嚴重，所以同意咗。雖然呢個令佢痛到死，山姆3號將一切寫喺紙條交俾佢，詳細指示今晚對醉酒山姆1號應該點做。佢要按未來山姆指示，當眾羞辱佢。呢個係消除佢哋時間旅行創造出嘅時間線悖論嘅必要步驟。於是嗰晚，海倫娜照做，喺眾人面前羞辱山姆1號，傷咗佢嘅心。正如山姆3號所知，咁樣嗰一刻時間線開始崩塌。山姆3號、山姆2號同盧海鵬全部返到各自嘅時間線，3條時間線再次合併，由時間旅行創造嘅詭異時間線消失咗，一切重置返原本樣子。當山姆從時光機行出嚟，一切恢復原位，好似乜都冇發生過。盧海鵬又困惑又擔心，問山姆發生咗乜嘢事，尤其佢着咗嘅係防護服，代表時間旅行實驗成功。盧海鵬以為山姆改變晒一切，但係山姆知道呢一個實驗有幾危險，唔想再嘗試。佢衝向時光機，決心確保冇人可以再用佢嚟改變過去。山姆燒毀機器入邊所有資料，快速刪除一切，確保冇人再整得出呢部時光機。山姆知道改變過去會開啟無止盡嘅惡性循環，但盧海鵬仍然好嬲。山姆安慰佢，仲同佢講佢已經返咗過去，向伊安媽表白咗，從今以後佢哋會喺埋一齊。解決之後，山姆直接去見海倫娜。佢之前叫佢喺25年後先至可以見面，而今日佢就從西班牙返嚟，兩個人喺機場重逢。海倫娜話咁多年嚟佢從未見過呢個時間線嘅山姆，而家佢哋嘅時間線終於對齊，佢一直等佢返嚟，兩個人終於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。盧海鵬雖然戥佢哋開心，但都提到佢哋仍然好窮。山姆早有計劃，佢早喺過去話咗俾伊安媽知，叫佢買入一間叫Google 嘅公司股票。呢個就係點解伊安媽咁有錢嘅原因。佢亦會用嗰啲錢嚟資助山姆嘅研究計劃。伊安媽多年嚟一直催山姆，但呢啲全部都係山姆設下嘅計劃嘅一部分。佢亦囑咐伊安媽冇唔好向呢個時間線嘅山姆透露任何事，直到25年過去，靠住伊安媽從投資累積嘅財富，山姆、海倫娜、盧海鵬同伊安媽，佢哋都可以過住永遠永遠嘅幸福生活，係童話故事王子公子咁樣，因為呢個係完美計劃。最後海倫娜望住山姆講：你改變咗過去。山姆笑住答：係呀，但呢一切本來就注定喺原本嘅時間線發生。我等咗25年，我值得擁有。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對故事內容有乜嘢睇法，請多多留言同大家分享。最後記得訂閱、按讚同分享。如果可以睇啲廣告，就更加 really good 啦。感謝各位收聽，我哋下次見。